我叫梁雪瑩，今年23歲，從事咗餐飲業咧已經係有2年嘅工作經驗。我接觸到有啲嚟自法國啊、俄羅斯啊、韓國啊、日本啊、非洲嗰啲等等，都係可以用英文同佢哋對答一下。有客人啊、旅客咧都比較中意食我哋蓮香樓嘅霸王鴨啦、三拼啦、叉燒啊、燒鵝啊，同埋個刺海神針啦、燒腩仔啊。外國人咧就比較中意食嗰啲乾炒牛河啊、咕嚕肉啊。嚟到呢度咧，接觸到唔同嘅客人啦，令我學到唔同客人咧要需要用唔同嘅語言啊，佢哋對答落單啊等等個過程啊，客人入門口到客人食完呢一個過程咧，都係非常之學到好多嘢。每日咧都係非常之高興去上班嘅，因為一上班咧見到啲熟客啊或者啲新人啊，都會好高興去面對佢哋，去接觸佢哋，因為佢哋對我哋蓮香樓係非常之中意我哋嘅點心啊、菜式啊，佢哋都好中意我哋，覺得我哋個服務非常之好啦。今日上班咧就已經收到有10位嘅客人話我哋蓮香樓嘅服務員非常之有耐心、熱心、熱情去對佢哋。好多謝大家支持一下我哋嘅蓮香樓啊！我哋蓮香樓特色係非常之多嘅。